要把老街研究嘅客家美食天堂，數名嘅細晝夜夢人而來 ，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， 規劃樣裝水蓮，前排祖上湯陽市，日做嘅軟結結嘅酸奶湯，鹹鹹甜甜，乜嘅都有。大家對客家料理嘅印象係乜嘅呢？前半年，朋友吹爆有兩位美食 YouTuber 就會來一場創意料理對決，看到在傳統客家食材，就得雕出乜嘅新嘅美食呢？ 前幾年嘅美食湯圓吹爆大本藝，講到想識到一家香菜，我硬來一場創意料理對決麼？講到料理，一個自產嘅細嘴，用咗嚟數據一個自家講係美食湯圓嘅吹爆嘅咯，冇聽見嘅話我就答應咧。不過有時咪簡單就做得到嘅哦。冇錯，喺講但唱是美食，記住聽冇答對呀。見朋友同朋友挑戰客家創意料理食材新食法，看起來冇相關嘅料理，還有乜嘅創意食法呢？ 哇！一成一項經典嘅客家料理都各有特色，唔過愛玩味結合，仲有考驗兩位嘅功力了。哎，喂，哦哦！舞蹈水板呢，包出野外嘅聲氣，菩提窗沿海岸呢，長長短短嘅板條巷，食得出軟嘅翅膀，就像天瀑布嘅講，呢條蕩蕩出來嘅樣呢。無盡嘅鮮草，撈斜拍嘅蜜糍秣，陰陽飄浮，用溫柔嘅綠茶做底，就像一片香悠悠嘅大地，滋養眾生。哇！話條條嘅鮮草，加上神愛蜜糍秣，用夾啲綠茶地度，因為按掉啖喏。以後水板呢，以後板條就會甜甜鹹香嘅煎法，你再到溜，再個加上溫暖嘅板條粉嘅翅膀嘅香，板面嘅融合實在有數好順啊！哇！從本土圈有 Q 嘅神導演，會保證香噴嘅泡菜雲豬肉，搭配黏黃嘅結醬，鋪出濃黏嘅變老布子糕。年報係軟嘅菜包誒，包得順柔嘅豬腸炒薑絲，就像係一日黏嘅西豬排，特別金絲嘅桂花肉海。好，豬肉食起來嫩，泡菜甘，特別 Q 嘅三角形，同你再度有萬兒之樣誒，酸嘅結醬，就像牛軋嘅甜菜酥，揾你鹹냠。咬以後 Q 嘅菜包，神愛豬腸炒薑絲，神味不窮嘢，揾你後來水搭啲，加到一甜酥嘅桂花肉，就像啲鮮金眼藥。就會見唔見嘅創意料理，手裏有好什麼呢？有好什麼等來挑戰哦！係個有中意藝人嘅樣片，給你添讚分享，大概係你兩個接觸最新消息。還有乜嘅創意客家料理分享同我哋